揮灑汗水，強化肌肉，一步步跑出自己道路。全賴有白飯魚，冇錯，就係白飯魚。着白飯魚跑步練腳肌，勁過名牌鞋，問你死未嘅？咁呢個正正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論點，就係赤足跑透過改變你着地嘅模式，可以減低你嘅一個撞擊力。每條白飯魚變成可以抵受1000磅撞擊力嘅氣浪。match 到10足10啊！難怪阿張博士話白飯魚都屬於仿赤足跑鞋啦，同市面上啲名牌仿赤足跑鞋分別唔大嘅。但仿赤足查實係咩嚟㗎？柔軟度咧就有2個 dimension 嘅，一個咧就係longitudinal 即係可以折紋嘅鞋啦。咁另外咧就係可以 longitudinal twist、torsional 咁 twist 嚟嘅。見佢屈到咁啊，就知要夠輕。鞋底當然亦都唔厚，大概3mm 到。但除咗跑步貼地啲，仲有咩好呢？Poly 同埋哈佛醫學院就揾咗38個有6年以上跑步經驗嘅跑手做研究，當中18個照着傳統跑鞋，另外20個就着仿赤足跑鞋，一齊參加過6個月嘅訓練計劃。結果發現，着仿赤足跑鞋嘅跑手，小腿至到足部肌肉增加大約7%至到8.8%，足底肌肉一增加陣，足弓承托力一樣會勁咗，足底筋膜嘅負荷就會減少，令到跑手冇咁易受傷。最初嘅難度咧就係跑步，即係初期轉咗啲赤足跑鞋，初期咧隻腳係會好酸軟。放心，阿博士話咧初頭有少少腳仔軟都係正常嘅，不過好嘢就唔係人人啱着啦。例如有糖尿病嘅話，就唔適合着赤足跑鞋㗎啦。我睇蘋果洞，因為有15年嘅回帶器，可以幫我白進過去，跑進未來。